2025年 IG 創業嗰陣咧，好多人咧都話需要拍 reels 啊，做個人 IP 啊，都成日分析好多即係 IG CEO 嗰啲更新啊，嗰啲演算法更新 B 巴啦。咁我當中咧，我完全冇理過，我只係靠一個方法咧，就係叫做銷售資產同埋落廣告咧，就穩定月入2至5萬蚊啦。呢個方法咧係我自己咧花費咗超過10萬蚊嘅廣告費用咧，先至學得識嘅，同埋咧佢係各行各業新手都使用。如果你咧睇呢條片嘅你咧，你都係成日喺度睇 follow 咗好多 IG 即係導師嘅 page 啦，然之後咧個個都教你咧一啲新嘅 format 啦，一啲 hashtag 啊、trial views 啊，即係好多咧新嘅嘢啦，又或者咧係一啲爆款歐指啊，其實咧你會發現咧，你每次跟完之後你去出 post 咧，嗰個成效都係好唔穩定嘅。點解？因為 IG 演算法不斷咁變緊。其實你需要一個穩定嘅系統啦，你需要一個真真正正帶到生意嘅方法咧，已經驗證咗咧，先至可以令到你有被動收入嘅。如果你不斷咁追逐住一啲即係演算法更新啦，然之後咧出完 post 你又唔知道嗰個成效係點，你要靠估嘅。可能有啲 post 反應好啲，有啲 post 反應冇咁好嘅話咧，你就要睇晒呢條片啦。因為咧你唔需要再靠估下去到 run 你嘅生意，你真真正正咧可以咧 systematically 咁樣咧去到規模化你嘅生意啊。咁開始呢條片之前咧，講少背景先。我用同一個方法咧，我係由廣告去輸6位數啦，即係頭先都講過啦。去到咧後來咧，其實我多次創業成功嘅，現時盈利係穩定10萬蚊以上啦。咁亦都幫超過40位老闆變咗超過300萬啦。喺2個星期內咧，極速啟動咗新嘅業務啦，即係部分人係比較進展快啦，亦都係咧唔需要拍 reels，唔需要做個人 IP，唔需要做 SEO，唔需要做營銷漏斗，唔需要靠複雜嘅 Facebook 廣告設定咧，都做到呢啲成績。咁呢條片之後，如果你有時間咧，可以去我 Sorry Highlight 嗰度睇咧大量嘅成功案例。咁我學識咗之後咧，唔需要再辛苦咁更新啦，唔再成日咧喺度追流量啦，即係唔再成日喺度度稿啦，喺度諗啊，究竟啲人中意睇啲咩咧，然之後就去做啦咁樣。我係咧真真正正咧輕鬆咁享受生活嘅，即係我係26歲咧已經咧離開咗壓力大嘅全職銀行工作。其實我今年27嘅啫，即係我辭咗職唔係好耐啦。咁咧我去日本旅居嗰陣咧，我係被動咁樣咧用廣告幫我帶到生意增長啦。我係真係好禪嘅嗰陣，即係咧唔係好需要理呢個世界發生咩事啦。即係咁樣講有啲誇張，但係咧當我去旅行嗰陣咧，我係唔開我嘅 IG 嘅。咁當然我而家變咗一個 IG 導師嘅角色之後，就會即係覆啲客覆得多咗啦。咁但係咧，我嗰陣時 run 我嘅副業嗰陣咧，我生意不跌反升啦。我係基本上咧唔使點理嘅，即係咧。去奈良就去奈良，去高松就去高松，去 plan 下行程啊，食下嘢啊。跟住我發現咧，我每日嘅被動收入咧，仲多過我嗰日嘅使費。我就發現咧，哦，原來咁樣就係咧所謂嘅財務自由啦咁樣。咁呢條片咧唔係講即係我財唔財智啦，咁但係咧，我想分享嘅嘢咧就係其實我點樣做到呢一個效果啊？即係其實咧點樣好被動、好舒服咁樣咧，就達到一個咁樣嘅狀態啦，係唔需要再成日即係 run 好多唔同嘅實驗啊，去到做哦邊個 hook 先係最好啊，然之後咧啊點樣先至咧即係博到人注意啊，點樣好似 IKEA 咁抽水呢啲嘢咧全部唔需要做嘅。咁第一步係乜嘢咧？咁當然有個循環喺度啦，點樣轉發客人我會教晒你嘅，係我會分享我自己即係個人親身嘅經驗啦嘅心得啦，即係呢一啲嘅心得咧唔係即係 from 嗰啲咩 IG 啊2026大趨勢咩 report 跟住再 copy and paste 落嚟嘅，呢一啲咧係真真正正驗證過喺個平台上一直都 work 緊，而且之後亦都會 work 落去，因為咧我會話俾你聽，即係轉發客人嗰個底層邏輯係咩啦，咁你只需要學識咗。或者你 get 到個 concept 咧，其實咧會大大改變咗你做生意個方向，你就唔需要咁辛苦啦。咁首先第一步點樣開始咧，就係一啲8蚊嘅廣告啦。咁首先講明啦，呢兩個 post 我係隨機抽嘅啫，同佢哋完全冇關係啦，我都唔知佢哋係邊個嚟嘅。咁樣咁一個廣告最基本嘅元素係咩咧？就係一個 hook 啦，就係咧即係 Olivia 年末大促，即係到底賣什麼好，有個品牌喺度啦，好多人都知 Olivia 係乜嘢啦。咁或者咧係冇器材超有 feel，徒手真空機，一啲令你好奇嘅，令到你即係有少少共鳴嘅 post 啊咁樣。咁當你將呢一啲 post 去到落廣告之後咧，其實咧基本上你會帶到流量嘅，係即係總有人咧對你講嘅嘢有好奇心啦，咁就會點擊入嚟啦。好多人咧就係咧呢度就錯咗啦，就係咧佢話哦阿希啊，點解落完廣告之後咧成效唔好嘅咁樣？因為咧你仲停留喺咧可能一個
傳統嘅年代，就係咧你以為啲人睇完廣告會即刻買嘢，其實唔會嘅，即係呢一個社會已經唔係咁運作㗎啦。落廣告真正冇成效原因咧係教育不足嘅。咩為之教育咧？就係咧你要將一啲流量同埋注意力啦，去 click 完入嚟之後咧，佢會去咗邊度啊？佢去咗你嘅 IG profile，你個 IG profile 咧先至係真真正正咧開始教育佢個地方啊！即係你博到佢嘅注意力啊，博到佢流量咧，只不過係第一步啫。冇人會睇完你嗰個博注意力嘅廣告咧，之後唔小心咧攞咗1萬蚊出嚟咧，就抌去你個即係俾晒你用，即係副身家就俾晒你咁樣啦。即係唔係蠢噶嘛？即係啲人即係唔係咁唔經思考咁，即係大家都好謹慎啊！即係個個即係都開 IG shop，即係通街都係競爭啊，都係你嘅競爭對手，都識得落廣告啊，識得宣傳嗰陣，你要突圍而出嘅方法咧，就係咧你要標一啲嘅銷售資產啦，不斷咁用呢啲銷售資產去轉化個客戶。咩叫做銷售資產咧？就係咧做一次咧永遠有效嘅內容啦，佢一啲長青嘅內容嚟嘅，佢係咧多角度咁說服個客戶啦，令到你持續轉化唔同認知程度嘅客戶啦，令到你可以規模化嘅。好似咧我呢一個咁樣嘅廣告啦，呢個 post 啊，其實你見到啦，點解我話即係有一個內容嘅循環喺度咧？就係咧，其實我自己咧配置咗佈局咗唔同嘅 IG post 啦，全部都落緊8蚊廣告咧。呢一個咧係落咗咧165日咧，即係咧接近半年嘅，即係5至6個月㗎啦，用咗千幾蚊，每日8蚊咁樣。咁你見到我冇鬥佢嘅，即係我唔處理佢啊，即係放喺度啊就算㗎。因為咧我發現咧佢係持續有效咁帶到客人咯。咁只要佢持續有效帶到客人，咁我咪繼續落咯。咁啊重點就係你要做啲長青嘅內容咯。如果你做個內容咧，你淨係講某一個 update 啊，淨係講某個時事啊，嗶哩吧啦嘅話，咁好快咧，可能你過咗2-3日咧，呢樣嘢就 outdate 咗咯，即係啲人就唔再留意。如果你不斷咁樣去做一啲博眼球嘅內容咧，呢個就係個問題啦。你博完眼球之後，個眼球咪睇咯，咪齋睇佢，只不過係個眼球咯。點樣將個眼球轉化為一個客戶咧？個重點就係咧，你要有一個轉化流程，一個 conversion 嘅 system 喺度嘅。咁我再解釋多啲咩係銷售資產先啦。咁一陣咧，我就會再講埋即係乜嘢係一個轉化流程啦。咁銷售資產有咩好處咧？就係咧，你做好咗之後咧，佢完全自動咁樣吸啲客人翻嚟嘅，你亦都唔需要咧日日喺度拍片啊，喺度寫稿啊。佢令到我咧26歲嗰陣咧已經半退休咁，其實即係我而家都係27啫，就即係講到好似好耐之前咁樣。咁咧versus 咧即係有機嘅內容咧，其實咧。organic content 就係咧，坊間好多人都教你嘅，就係咧佢話而家廣告成本好貴啊，然之後咧跟住咧 IG 有個重大更新啊咁樣啦，即係 AI 咧去做內容好容易咁樣，跟住咧你就日日喺度搏命咁更新咯。我見好多人咧都喺度日更啦，咁但係咧好多揾我幫手嘅人，佢日更咗一輪之後都發覺咧好辛苦嘅，即係咧即係唔出咧就冇曝光啦，跟住好容易 burn out 啦，因為你不斷咁樣拍片，不斷留意 IG 演算法有咩更新啊，跟住咧收入咧亦都係唔穩定嘅。即係如果你做 organic content 啦，咩叫 organic 咧？就係咧你靠嗰個平台決定你有幾多觸及率啦。你係靠演算法個心情，即係如果演算法唔高興咧，又或者你得罪咗佢啦，佢就唔派俾你啦。跟住就係咪俾 IG code ban 咗啊？係咪咧因為咧 B 啊喺度估佢嘅心情係點啦？跟住咧今日爆紅咧，聽日就零蛋啦，完全唔穩定。咁我同即係做 organic 嘅人有咩分別咧？就係咧，我每日開廣告咧，每日都有單嘅，係日日都有人查詢嘅，跟住收入咧係可以預測嘅，同埋 scalable。之後我發現咧，一個廣告咧，佢如果佢8蚊 perform 得好啦，而我係有心情去到接更加多嘅生意翻嚟做咧，我就可以加大個預算啦。變咗咧 IG 咧係根據我嘅心情咧去決定，即係我決定咧佢要俾幾多個客人我啦，就唔係咧。我要做好多好爆嘅內容啦，跟住咧，做講啲好極端嘅嘢啊，嘩眾取寵啦，然之後就博 IG 咧俾一啲流量我，係完全調轉嘅。即係而家 IG 係幫我打工嘅，因為我出錢啊嘛，我出錢叫 IG，喂，我俾8蚊你，唔該你俾翻幾多個觸及率我啦咁樣。咁如果咧我 post 寫得好咧，咁啊轉化到客咯，就咁簡單嘅啫。咁長遠而咧，呢一啲嘅銷售資產咧係1至2年都 work 嘅，係一啲我叫做長青啦 evergreen 嘅
content 啦，反而你做有機內容咧，可能咧其實你搞幾日咧就過咗時㗎啦，即係你拍完條片啦，或者出完 post 你會發現咧，咦點解個觸及率跌得咁快嘅？即係咧有 graph 啦，可能係頭幾日咧升咗，之後咧噗咁樣咧就跌咗落去啦，就完全冇人再認識到你啦咁樣。咁咧你好似咧不斷咁樣咧喺一個叫做 loop 入邊啦，係咁喺度更新啲內容啦，跟住係咁搏下一個 post 就會紅啦，然之後搏咧呢個生意咧呢個 post 就帶到生意啊。咁其實咧你真正要做嘢咧，你係要睇你落咗嘅廣告跑得好唔好啦，你再根據呢啲數據去優化。譬如咧，我成日都睇兩個指標啦，cost per profile visit 咧1:1咧其實咧唔錯嘅，即係 OK 嘅，即係唔係最差。咁當然。有人 visit 你個 profile 之後，下一步係咩咧？就係轉化呢啲人做客戶啦。點樣轉化咧？就係靠一個咧轉化流程，一個 conversion 嘅 process 啊。OK，咁首先咧，你有唔同嘅 traffic 啦，呢個係第一步啦。頭先落廣告咧，其實都係第一步嚟嘅，即係我頭先講嗰啲嘢咧，好多都停留咗第一步啦。咁去到第二步啦，就係一啲長青嘅內容，點樣轉化啲客人咧？就係啦。首先你一定要善用 pin post，就係頂字貼文，呢一啲咧全部都係說服力最強嘅內容啦。如果你咧呢條片之後，你可以去我 IG 嗰度睇下，全部都係唔同角度咁樣啦，喺度講緊咧我點樣幫到唔同嘅人啦，我嘅獨特嘅 system 係乜嘢啦，去到解釋我獨特嘅定位啦，然之後咧再配合埋 story highlight 啦。今天咧好多人咧都 miss out 咗嘅嘢咧，就係咧冇一個 story highlight。咁呢度有個好快嘅方法就係咧。如果你係做即係任何嘅生意都好啦，譬如話健身教練啦，你分3至5個 themes，就係咧分 plans 啊，即係收費啊，跟住咧客戶啊 Q&A 咁樣啦。你咧好清楚咁話俾人聽咧，其實佢了解你之前咧應該知道啲乜嘢資訊，你就擺落去咯。Story highlight 最重要嘅嘢咯，跟住咧你就將個 highlight 整一啲 custom covers 嘅，咩意思咧？就係你見到咧有啲 icon 嘅 ，OK。其實咧最出色嘅 IG 教練啦，或者係最出色嘅行業咧，都係咁樣做。係啦，就係咧3個唔同嘅 icon 咧，好清楚話俾人知咧，呢一個 story highlight 咧係講緊啲乜嘢，就係咧，譬如你可以用 Canva 啦，是但好快，即係整咗個 cover 出嚟啦。譬如話你獎杯 icon 咁擺落即係 wins 嗰度咯，即係客戶成功嗰度咯，佢 highlight 翻要符合咧品牌色調，即係我品牌色調咧就係黑灰白啦，咁樣好簡單啦，咁樣咪即係配合翻咯，咪 match 翻嗰個 visually 咁配合翻咯。咁你最後咧就加啲咧。即係互動嘅元素嘅，咩意思咧？就係一啲投票啊、Q&A 咁樣咧。點解建議出呢類嘅 story 咧？就係咧，第一你 build up 翻呢個社群嘅氣氛。即係今天咧，好多時候咧，啲人買嘢咧都唔係淨係買緊你個 product 啦，去買緊成個 community 啦，買緊成個氛圍啦，買緊個感覺嘅。如果你咧加咗啲投票或者互動咧，其實你 build up 咗個感覺咧，就係呢度其實熱鬧嘅，或者你同你嘅客戶咧都有交流嘅，甚至乎咧。你透過一啲問答咧，了解讀者喜好。咁呢個我唔詳細講啦，呢個好快你 get 到就 OK 啦。要做所有 highlight。另外咧，要做咧個人簡介嘅，即係好多人咧個人簡介都寫得好 hea 啦，即係就咁話咩香港製造包郵 free shipping 咁就收工啦。其實咧，你真正要做嘅唔係呢一啲嘢，你真正要做咧就係你要話俾人知咧，你個品牌、你個產品幫緊乜嘢嘅客戶，解決乜嘢痛點啊？你用緊乜嘢特別嘅方法，或者你有咩成果啊？同埋有個 call to action 就係嘅，呢一個教埋你啊，3秒嘅說服公式啦。譬如話咧，敏感肌嘅救星72小時退紅認證，呢一個咪解決緊敏感肌嘅人嘅問題咯。然之後咧，你有咩成果證明啫？500個嘅濕疹客人咧都實測有效，就係咧好精準咁 target 緊一啲濕疹嘅客人。call to action 係咩？領取免費試用裝，搞掂呢個咪3秒嘅說服公式咯。你睇完之後咧，你好快就知道咧，其實咧。呢一個 page 個定位喺邊度啊？跟住咧，你再俾一啲銷售資產，譬如話一啲 story highlight 啦，你再撳入去睇啦，跟住你再睇一啲唔同嘅銷售資產，譬如一啲 post 去睇嘅時候，你咪俾佢說服咗咯。你咪咧，即係一個新嘅流量入到嚟，佢今天咧唔淨係喺第一步啦，佢唔淨係咧睇到你個廣告，哇條 views 好睇喎，跟住咧正啊，咁之後下一步係咩？就係咧佢要 click 入嚟你 IG profile，你 IG profile 咧。就係一個銷售頁啦，令到咧你入邊嗰啲銷售資產啊，不斷咁樣去轉化啲客戶，呢一個咪真真正正有一個資產喺度咯。就係你標好咗你個 IG 之後咧，你就將一啲流量，你投資一啲
錢入去個廣告度啦，不斷咁帶啲人入去咧，我去到消化你嘅內容，嘟嘟嘟嘟嘟，跟住咧睇啦，睇完之後，哦正喎，跟住就揾你落單，其實就係咁簡單嘅啫。咁如果你想再倍大啲個效果，可以點樣做？如果你係好似我咁咧，你係有一個課程喺背後嘅，你一個陪跑計劃啊，賣乜乜服務，高單價服務啊，即係講緊咧可能五位數以上嘅咁樣啦。咁咧，我會建議咧，其實你可以拍埋 YouTube 嘅，即係你睇緊呢條片咧，點解你會覺得即係我幫到你？就因為咧，你睇緊我嘅 YouTube 嘛。咁我 YouTube 有啲咩嘅內容嘅方向啦，譬如話一啲品牌故事啦，你會見我即係都講好多次。其實我去咗日本旅居啊，我辭職啊，好多即係個人嘅背景啊，一啲有價值嘅內容啦，即係包括係我 show 俾你睇，其實我嘅方法係點嘅，即係我嘅策略係點嘅。咁如果你有共鳴嘅話咧，你自然會揾我去查詢。其實好多人咧。即係睇完我 YouTube 之後咧，佢就揾我去，喂，阿希你收費其實係點啊？我哋點樣合作啊？跟住好有誠意啊，咁樣啦。咁當然咧，即係咧，唔係每個人都要拍 YouTube 嘅。如果你要即係你賣緊一個化妝品係講緊100至到300蚊嘅話咧，你未必真係需要拍 YouTube 嘅。咁但係如果你做係一個即係課程嘅導師啊，或者係高單價少少嘅服務咧，其實咧都會建議咧就係出動埋 YouTube 嘅。咁你見我都出好多 YouTube 片啦，咁咧其實咧 YouTube、IG 甚至乎咧即係咩小紅書啊、抖音嗰啲咧，其實咧個方法都係類近，甚至乎你 Facebook page 咁樣咧，其實都適用嘅，就係咧你要明白乜嘢係銷售資產咯。即係呢條片我花好多嘅篇幅去到講嘅啫，我就想你 get 到一個真正嘅資產咧係可以咧永遠都帶到收入俾你，即係唔構成任何投資建議，但係好似咧。你買一啲嘅藍籌股票咁咧，佢年年都升，年年都派息嘅，呢個就係你要做嘅，就係你建立一啲資產去你嗰個組合入邊啊嘛。就係咧，你唔應該再追逐一啲短線嘅回報啦，就係你每一次都好辛苦啦，就喺度出一個新嘅 reels 點樣拍，用咩計仔，用咩追咩流量，跟住咧隔幾日就冇效嘅，反而咧。如果你有啲資產嘅話咧，係會大大咁樣幫到你個生意穩定咁樣提升啦。因為咧嗰啲流量入到嚟咧，佢就入咗一個循環入邊啦，就係你不斷用一啲資產去轉化佢啦，唔同角度咁說服佢啦。跟住短視頻又好，post 又好，YouTube 又好，甚至乎咩 LinkedIn 又好，其實咧你要 get 到嘅嘢咧，都係咧一啲銷售資產、長青內容先至去到多角度咁樣轉化到個客人嘅啫。咁如果你咧都想輕輕鬆鬆咁用真真正正幫到你慳時間啦，真真正正被動咁樣打造一個月入2至5萬蚊嘅副業又好，生意又好，增長你現時嘅生意都好。咁其實咧我嘅客戶咧包括我都唔想讀晒出嚟，健身教練、身心靈導師、投資理財、美容護膚品，跟住健康產品課程導師，實在太多啦，即係大量嘅成功案例咧，可以喺 IG Story Highlight 嗰度咧喺度睇翻嘅。咁如果你都有興趣去到一齊去即係 scale up 你嘅生意啦，去到用一個真真正正有系統嘅方法，好簡單、好輕鬆就做到嘅話咧，你可以 IG DM info 去到了解多啲，可以傾下睇你係咪真係適合呢一個 program 嘅。咁如果呢條片幫到你咧，都記得訂閱啦、like 同埋 share 俾身邊嘅朋友睇啦，咁樣咁會幫到人，即係幫到 YouTube 去到推俾更加多人睇嘅。咁係咁先。